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Super Mom，坐我隔離嗰位咧就係曾經做過投行分析員嘅高 Sir 啦。呢個系列叫做基金有得分，學識唔怕分。咁希望咧教識大家咧點樣去揀基金啦，就唔使俾燈神困咯。我哋咧每個星期咧都會同大家咧講下咧投資啊基金嘅實用知識，仲會同大家追蹤市況啦，分析大市嘅走向，咁啊追蹤焦點嘅基金。咁啊開之前啦，立即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仲要撳埋個鈴鈴，咁第一時間咧就可以睇到我哋嘅新片噶啦。嗱，今個星期咧，其實都好多波動下喎。中東咧又打仗啦，伊朗啦、以色列打仗 ，Donald Trump 咧又因為打仗，忽然咧就提前回國。咁啊，除咗咧 G7 咧呢啲核心成員國之外啦，仲有澳洲啦、南非啦、南韓、巴西、印度，仲有歐盟同埋北約咧嘅領袖都去咗呢個 G7 會議喎。咁啊，諗住咧見下美麗國嘅總統啦，傾下關稅呢個問題，點知空手而回。成個世界都好似好混亂咁樣，美國又內亂啦，又要搞下以色列啦，又要幫下佢哋啦。咁究竟我哋應該點樣部署美股呢？咁我哋首先咧揾高 Sir 嚟總結一下我哋呢個禮拜成個市況嘅表現，同埋我哋會做個分析嘅喎。今個星期咧就延續上個星期嘅勢頭啦，中東持續衝突啦，以色列啊、伊朗互相係發動空襲啦。咁伊朗星期三咧就放出呢個核威嚇。更傳啦，美國準備介入啦，令到成個事態係更加唔明朗嘅。咁市場啦就反應負面啦，咁油價升到3個月嘅高位。咁啊，除咗能源板塊有上升之外咧，其他行業板塊咧都有回調嘅跡象。咁啊，Donald Trump 喺 G7 嘅會議因為中東嘅問題咧提前回國啦，咁同日本嘅貿易談判咧亦都暫時係冇下文嘅。咁啊，嚟呢個7月9號嘅關稅暫緩期啦，仲有2個禮拜幾啦，咁到時又會唔會傾得成呢？咁聯儲局啦喺香港時間星期四公布呢個議息結果啦，咁一如預期咧係維持不變嘅。咁點陣圖顯示咧，當局咧係傾向下半年減息2次，但擔心呢個戰事延長啦，高油價推高通脹咧就影響呢個減息步伐。咁所以今期嘅焦點基金咧依然維持翻美股嘅低波幅基金啦，日本基金。咁日本方面咧似乎冇受到呢個中東戰事嘅影響啊，持續走高嘅。咁唯一比較失望嘅係咧，同美國未傾成呢個貿易協議啦。但係調翻轉頭諗，咁仍然都可以期待翻傾成之後嘅潛在升幅嘅。咁咧今期咧我哋咧就關注一下咧影響深遠咧嘅話題啦。就係美國咧開始咧係一個高位有回調嘅跡象喎，究竟美股嘅前景又係點樣呢？咁我哋應該點樣去部署呢？咁相信啦，美股呢2個字啦，咁令人聯想到就係一個長期嘅升勢啦，咁令到觀眾喺呢個強積金啊或者長線投資上嘅方面咧係非常之輕鬆。咁正因為係咁咧，咁每當指出咧有一啲危機咧，咁個難度又非常之高。咁曾經一個準確預測出咧08年金融海嘯嘅投資人啦 Michael Burry 啦，咁啊喺23年咧都嘗試去估頂嘅，但係唔成功。咁去到今年依家接近2月份嘅歷史高位啦，咁偏偏又遇着中東嘅衝突啦，咁究竟係一場即係真係咁巧合啊，定係一場想回調嘅戲碼呢？咁不如從基本面開始去分析先啦。咁從呢個標普500去到歷年嘅市盈率去睇啦。咁市盈率簡單嚟講就係公司嘅盈利能力啦，同佢嘅股價做比較啦。咁啊判斷翻而家估值係咪貴定係平嘅。咁25年嘅平均市盈率啦，對比起2000年嘅科網泡沫啦，08年嘅金融海嘯咧，其實唔算係一個特別高嘅水平嘅。咁目前咧未有一個估值過高而引發回調嘅風險啦。咁我哋再睇埋總市值對 GDP 總值嘅比例啦。咁坊間就叫一個巴菲特指標，咁都見唔到有市值過高嘅風險啊。咁理論上咧長遠嚟講，美股咧係應該仲有得升嘅。咁即係長遠嚟講啦，咁其實揸住係冇乜問題啦。我哋長揸嚟做投資應該都唔會有啲咩問題。咁的而且確嘅個睇法都係一個長線睇好嘅睇法啦。咁但係短期咧都有幾點風險咧，希望呢個觀眾可以注意一下。呢個中東嘅戰事啦，喺呢個時機咧嚟得太過巧合啊！下半年咧準備減息啦，就遇到呢個油價係上升。咁可能喺媒體報導上啦，都係着重呢個關稅啦，但係其實咧油價飆升咧對呢個通脹嘅影響係更加深遠同埋直接嘅。咁關稅咧都有辦法用一個行政命令嘅手段去緊急剎停啦。咁油價升咗，需求少咗，產油國咧更加傾向係去減產，咁形成呢個單邊上升嘅循環咧，就好難喺短時間內解決。咁近年來咧，凡有呢個油價上升嘅時期咧，咁美股回報咧都係負數嘅。呢個關聯性咧比媒體關注嘅關稅嚟得大。上幾期啦都有提及到一個回調嘅時間啦，咁呢個時間正正就係6至7月間啦。咁以今年嘅波幅咧係比
過往幾年大嘅情況下咧，咁呢個回調幅度咧有機會係超過15%啦，甚至唔排除咧佢會落到去4月低位嘅水平。咁第二點要注意就係一個利率倒掛啦。咁我相信有好多人都講過㗎啦。咁過往經驗啦，咁每逢有利率倒掛出現啦，打後1年間嘅經濟發生衰退嘅機率係非常高嘅。咁對上一次利率倒掛嘅時間咧就係24年10月發生啦。咁雖然而家都未見到有一個衰退嘅風險見到，咁但係我哋仲有4個月嘅時間咧確認係咪真係衰退嘅。咁呢個戰事亦都係一個因素啦。咁如果呢個戰事喺1個禮拜內解決，當然唔會有任何問題啊。但係如果唔係咧，呢個戰事一持續落去，高油價嘅時間一長，咁失業率或者通脹升，企業盈利或者當地嘅樓價跌咧，咁呢啲通脹嘅因素咧集齊晒咧，咁就唔係淨係回調咁簡單。咁有危就梗係有機啦。咁即係話咧，有機會有大動盪，有大波幅。咁高 Sir應該點樣做先咧？係啦，咁相信啦，好多觀眾啦喺投資市場都係單打獨鬥啦，冇一個即係一個群體或者群組去幫你，其實就好似一隻船仔啊。咁可能聽到我哋嘅節目啦，避到1、2次嘅風險，但係又保唔保證到可以避開咧，即係接踵而嚟嘅風浪咧？係咪？咁金融機構啦，可以話係一啲對沖基金或者係保險公司，其實就似一隻郵輪啦。投資上咧，咁有個優勢就係情報上財力等等啦，咁有一個穩健嘅投資風格，咁亦都有辦法咧係承受到一啲極端嘅價格衝擊嘅。對沖基金或者係我以前做嘅銀行投行咧，咁個投資門檻係相對比較高啲。咁而保險公司咧就提供到一個大眾化親民嘅選擇啦，咁借揸價錢嘅燒鵝嘅味道。特別係今年咁大時代嘅時刻咧，你所做嘅決定咧都會影響到你嚟緊幾年啦，甚至係長遠嘅投資回報嘅。係啊，呢個都係好大嘅決定嚟㗎嘛。咁我哋用借啦價錢燒味嘅味道喎。咁梗係咧，我哋如果想投資賺錢啦，咁真係要學多啲啦，同埋花啲時間啦。呢一個機會有機會令到你強積金咧係會 double 咗嘅喎。咁當然啦，你哋要了解清楚點樣去做投資啦，同埋我哋咧亦都派福利俾大家嘅。咁大家咧可以預約我哋去了解更多啦。咁一齊咧去增值啦，飲翻杯咖啡啦，可以喺下邊 info box 嗰度同我哋報名啦，又或者係 WhatsApp 我哋91060898，又或者留言區嗰度留言俾我哋。我哋從星期一至星期五咧10點11點都會喺 Office 觀塘嗰度可以咧預約同大家1對1去見面嘅。咁如果咧大家都有其他嘅問題，可以喺留言區嗰度留言，我哋下一集咧就會解答翻俾大家。最後咧戴翻個頭盔，以上嘅內容僅供參考，並非銷售嘅建議。咁有關基金強積金嘅詳細內容，梗係揾我哋了解更多啦。記得 CLS 呢條片俾其他朋友仔知多啲，一齊咧學識點樣去做投資，錢滾錢，同埋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仲要撳埋個鈴鈴喎。下集咧就非常精彩啦！我哋拆解咧而家坊間佢嘅派息基金咧點樣咧去用派息嘅技巧，1個月派2次息，派4次息。咁當中有冇啲巧妙，有冇啲陷阱，回報又係點樣嘅咧？咁下集記得密切留意，下集見，拜拜。